窮人係唔想做任何嘢，但我想攞到結果，呢個先係真正嘅貪婪。社會上面會傾向要你做邊種人啊？係啦，開心但係冇乜錢，呢個就係成個社會嘅設計嚟嘅。唔信嘅，自己睇多啲富爸爸窮爸爸外國已經公開嘅秘密嚟㗎啦，明唔明啊？社會會透過媒體、原生家庭、報道、學校、朋輩，會不斷說服你做呢種人，明唔明啊？因為係人都知道呢個錢唔夠呢個地球所有人分，咁就係8、9成人係冇錢，但係冇錢嘅人，如果佢一唔開心咧，佢個社會會動亂，會殺人，會放火。所以一定要 program 呢班人冇錢，但係佢過得開心。錢等於 freedom， 係 freedom 令你開心。你試下自己苦心自問，你今日嘅唔開心，你今日得嗰60-70分以下，9成都關於錢事。你話唔係啊？我關係啫，你試下好有錢啦，你關係都會好。你老婆都會錫到你窿，老公揾1000萬翻嚟當家用咁俾你。係好現實㗎啦，社會。但係我中意，因為點解啊？如果我知道錢等於 freedom 等於開心，所以間接錢就等於開心。好啦，咁如果係咁，我咪可以好努力去揾錢，因為我揾錢係揾開心嘅。邊個話錢係令人萬惡嘅？有冇人揸住勞斯萊斯去打劫啊？你翻查世界所有嘅 history， 啲人成日話有錢嘅人係貪婪。窮人先係貪婪啊！窮人係唔想付出嘅任何嘢，想攞多啲啊！有錢嘅人係要俾起樓、起工作機會、貢獻社會，佢先有錢。窮人係唔想做任何嘢，但我想攞到結果，呢個先係真正嘅貪婪。立即留言 which 或者 click 下面條 link，Cargo Sir有一個白手致富嘅免費分享會送俾你。